什么是共产主义？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要找的真理。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，我只有辞职。这是在反抗中央的决定。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。为了扭转现在不利的局势，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。I was bound for White China，就是大一点帽子吧。什么？